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云林二仑乡的属公国小，为了要保存在地七坎武术的文化，教学生练功夫、练阵头，除了强健着身体，嘛要来培养着文武双全的学生。 有老师指导，学生脚步徛真在地的出拳，这是二仑学工国小的武术训练，囡仔展现因的活力和精神来学习真侪种的武术。这个棍子就是要记一些动作，然后有时候校长就会邀我们一起出来打。每个项目都有练到，比较喜欢挥旗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酷。为了要保存在地七项武术的历史文化。 学工国小长期推动武术训练，让学生啊练拍拳，学传统的阵头文化，希望当甲古早人保护家园的精神传落去。所以咱有一句俗语话讲：会过西里溪，袂过后尾溪。输人无输阵，输阵看看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这就是我们的正头。另外，练武术唔单是传承文化，嘛当让学生仔的身体练个真勇敢。从武术当中可以强健到他们的体魄，还有他们的态度。 练武术，让学生有机会传承祖先的精神和智慧，嘛继续把武术的文化发扬传承落去。